唔一定要好多後衛，但係佢一定要有多一個持球者。夏天自由球員市場開始，一般嚟講咧，自由球員簽約咧會比較分散一啲嘅。但呢個夏天嘅火箭操作好吸睛，交易咗杜蘭特過嚟之後咧，呢個係總經理士東上任以嚟做嘅第二瘋狂嘅交易。第一瘋狂當然就係2021年送走夏登啦，而跟住杜蘭特而嚟嘅仲有一大堆交易。先要穩住主教練，咁啊同烏杜卡簽咗一份多年合同，然後同雲維列特達成協議，球隊唔再執行原來嘅4489萬年薪選項，改為1+1年球員選項嘅5000萬合同，軟着陸咁樣去釋放薪金空間。內線咧同亞當斯達成3年3900萬，繼續護航雙塔模式，然後又同前任食餅中鋒卡比拿去簽咗一份3年2150萬，再老將底薪續約謝夫格連，同外線三分射手查巴利史密夫簽咗5年1.22億，同芬尼史密夫簽咗一份4年5300萬嘅長期合同。咁啊，仲有中生代儲備鋒線泰特1年300萬續約。唔計主教練，計埋杜蘭特，火箭確定咗有8個球員嘅合同，而當中咧係有3個人咧係新加盟嘅。而家火箭陣容裏邊有3個中鋒、6個前鋒，前場配置好豪華，但後場仲未夠。唔一定要好多後衛，因為佢哋可以擺一個尺寸好高大嘅陣容出嚟，但係佢一定要有多一個持球者。目測艾朗荷列迪未必可以承擔得起。自由市場咧唔一定話可以淘得到一個合適嘅後衛，優質嘅雙能衛係可以通過交易得到嘅。士東嘅一系列操作亦都唔能夠割裂開嚟一個個睇，必須要一個整體嘅計劃去睇。單睇杜蘭特嘅交易，咁可能個代價唔細，但係杜蘭特佢加盟之後調動嘅資源咧，又可以變得好多。係佢係變出嚟嘅，係士東描繪得足夠理想，佢嘅計劃裏邊照計應該仲要多一塊拼圖。其他球隊情況咧，我哋下一條視頻再傾。